點解我已經好努力㗎啦，但我人生仲係卡住嘅咧？你有冇曾經有個咁嘅感覺啊？可能你好努力，甚至乎比人哋更加努力多100倍，但人生仲係卡住嘅，錢冇嚟到啦，關係又唔好啦，事業又卡住啦，你開始懷疑係咪我唔夠好咧？係咪我做錯咗啲乜嘢咧？但真相係唔係你唔夠努力，而係你承接緊過去嘅因啊！好多人淨係見到我而家發生緊咩事，而家嘅唔好，而家嘅果，但你睇唔到咧，佢背後運作嘅因果原則。你而家卡住，好可能唔係你而家造成嘅，而係你過去造成嘅。你過去嘅選擇，你長期嘅信念，甚至乎你一直察覺唔到自己嘅內在發生緊咩事，你嘅內在模式。例如我一邊話好想豐盛，但我自己又覺得自己唔值得。我一邊好想被愛，但潛意識咧就好抗拒親密。你一邊好追求成功，但你靈魂咧就喺度好驚俾其他人見到你。呢啲睇唔到背後嘅因，會不斷咁創造咧同樣嘅結果。所以你先至會我不斷咁努力，不斷咁努力，我冇改變個因，你都依然喺度原地踏步。真正嘅突破，從來唔係你咧更加努力、更加搏命，而係你見到個因，鬆開呢個因。當呢個因改變咗，個果自然會重寫啦。如果你不斷咁經歷某啲嘅難關，呢個唔係懲罰，係提醒你而家應該翻轉頭啦，唔係再努力落去啊，而係睇清楚個因，跟住喺個因上面努力，你自然個結果就會改變。